睡前故事第三話：雪兒的奇幻旅程。喺一個秋天嘅傍晚，雪兒決定獨自踏上一次旅行。佢一直渴望逃離繁忙嘅城市生活，尋找內心嘅寧靜。佢收拾好行裝，前往一個偏遠嘅小鎮，心中充滿咗期待同埋不安。到達咗小鎮後，雪兒喺一個古樸嘅街道上漫步，陽光透過樹葉灑下斑駁嘅影子。佢隨意走入一間小書店，裏面充滿咗書香同埋故事嘅氣息。突然，佢嘅目光被一本舊書吸引，書名係《夢的旅程》。翻開書本嘅瞬間，雪兒被一陣光芒包圍，隨即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夢幻嘅世界。呢度嘅天空係璀璨嘅金色，四周環繞嘅係五彩斑斕嘅花朵同埋奇特嘅生物。佢感到驚訝，呢個係一個佢從來都未見過嘅地方。喺呢個奇幻嘅世界裏面，雪兒遇到一位名叫阿蘇嘅智者。佢話畀佢知，呢個世界嘅美麗源於每個人嘅夢想同埋希望，但係最近出現咗一道裂痕，讓夢想嘅光芒逐漸消失。雪兒感到心中有份酸楚，佢諗到自己嘅生活中嗰啲被忙碌同埋壓力掩蓋嘅夢想。阿蘇話畀佢聽，只有揾到3個失落嘅夢想石，先可以修復到呢一道裂痕。於是，雪兒決定同阿蘇一齊踏上尋找夢想石嘅旅程。佢哋穿越咗神秘嘅森林，遇見渴望飛翔嘅鳥兒。佢哋攀爬咗高聳嘅山脈，解救咗一隻迷失嘅獨角獸。佢哋喺閃爍嘅湖泊邊聆聽一位老人嘅故事，呢啲故事都係充滿咗勇氣同埋希望。每當佢哋揾到一顆夢想石，雪兒嘅心裏面就會感到一種前所未有嘅解脫。佢開始反思自己嘅人生，明白到過去嗰啲被忽視嘅夢想同埋渴望。佢唔再係只係追尋工作同埋責任，而係重新找回嗰份對生活嘅熱情。最終，佢哋集齊3顆夢想石嘅時候，奇幻世界嘅裂痕就開始修復。金色嘅天空變得更加耀眼，花朵都重新綻放。雪兒明白，今次唔單單係佢嘅旅程，更係每個人心中都應該珍惜嘅夢想。就喺嗰一刻，光芒再次包圍住佢，雪兒再次睜開眼睛，發現自己已經返到去小書店，手中依然握住嗰本書。佢嘅心中充滿咗感動。今次嘅旅程讓佢重新認識咗自己同自己嘅夢想。雪兒帶住呢一份感悟返到城市，開始珍惜生活中嘅每一個瞬間，同朋友分享佢嘅故事，鼓勵佢哋追尋自己嘅夢想。雪兒知道，無論生活有幾咁忙碌，心中永遠要有一個夢想嘅空間，讓佢喺靜隱嘅夜晚悄悄綻放。希望呢個故事能夠觸動你嘅心靈，帶嚟感動與啟發。晚安。